再来关心金融问题，华基集团呢，无已经宣布讲要退出包括台湾在内有13个国家的消费金融市场停办业务，包括信用卡贷款、ATM， 也就是呢自动提款机等等。不过目前也无确定的时间表。华基银行强调讲，消费的金融营运目前一切拢正常，无甚物变动。不过华基银行是咱国内第6大发卡银行，伫台湾有超过280万的卡友，这款的策略做调整，影响员工真大。金管会对着华基银行的做法当然表示尊重，不过要求讲一定要去顾到客户甲员工的权益。 Running a global cash concentration. 在台湾超过50年，国内上大外商银行会期抛出震撼弹，要退出13个国家在内的消费金融市场，嘛包括台湾。橘子支付啊，还是什么 Line Pay 接口，他们都要来就是抢这个市场，所以这个信用卡的部分的话，他们会更吃力，所以他们觉得说，与其这样子这么辛苦的在经营，那就不如就换人吧。 因为花旗银行伫台湾有超过280万位卡片的用户，是第6大发卡银行，宣布求手这项业务影响袂少。除了信用卡，花旗退出的消费金融业务，佮包括财富管理、贷款、分行欠钱、保管箱 ATM 等等。未来台湾可能敢若有一间分行主攻企业金融服务。 我们会要求他一定要充分保障客户的权益，还有这个员工的工作权益。金管会详细的注意，花旗嘛发出声明，表示目前无确定的时间表，消费金融业务无任何的改变，当然嘛袂受影响，确保客户的权益得到保护。 真正有收购澳盛银行消费金融业务的新展银行，市场嘛佫一摆传出有意思接手花旗。新展银行嘛大方表示，只要有机会，拢会保持开放的态度。